继续来看这个南北合作进入到政党协商的阶段。侯友宜来压了，讲本来今仔日就要启动协商谈判，不过大问题迄边搁延到后礼拜一。侯友宜则不满哦，讲这大问题捌讲过，讲伊做医生30秒就定人的生死，但是南北合作等10天啊，唔知已经拖过偌济30秒了。要不要娶，要不要嫁，不是媒人说了算了，是我说了算了。据我知道，政党协商是今仔日就要做啊，要延到下礼拜。南北合拖过一天搁一天，讲好的政党协商搁要拖，还有其国问题之间的问题铺上台面，尤其时间点已经不招我。朱主席问过我，侯科配、柯侯配都在同一张选票，我不到1秒钟就决定了。他说他30秒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。那如果这10天了，那拖过了多少个30秒？不免国问题调工咧拖时间，还有其嘛要了，多数2个人见面，人嘛是不爱插戏，甚至佫提出第3人选，并没有表示同意，而且不断的提出新的人选来。若传出国问题甲伊的其中一个人选，就坐伫咧侯友宜的身躯边。你确定那个柯不是柯建明，是柯志恩？没有，我没有听过。本会要件，不互瓜定兄食到会机会，若做各权归项，就要先看侯友宜国问题，敢有伫咧共一张选票顶。这个线不是我画的，是柯主席画的，都没有办法合作，怎么去气谈、奢侈去谈、奢谈我们的立委，以及我们的联合内阁呢？这个选票上面要怎么排？我觉得我是可以尊重国民党的意见的，但是这样啦，我要明白的讲，越后面对我们来讲也是越困难。将规划选票，若侯友宜国问题有一个人单配，恐惊南北合作，讲太济嘛是无路用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